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初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新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伫昨昏上任。伊表示，这份职务是伊人生上尾一个政务人员的工课，所以伊会尽全力去做。另外，外界嘛咧关心落任的苏贞昌敢要退休啊？要去倒？要做啥？苏贞昌是表示，伊无要退休，服务是伊的职业，国家总讲有需要，就算伊一份。我想，一向从容优雅的大人哥，你的苦日子要开始喽。行政院身躯内阁31交接，苏贞昌正式交予陈建仁，副总统赖清德担任监交人。各界关注苏贞昌的后一步，伊强调无要退休，卸任了后有真多代志要做，也会当做查某囝的司机。我想要说，我力量虽小，但国家如有需要，都剩我一分呐。今天苏院长功成身退，完成阶段性的任务，我要向苏院长说声感谢，也要说一声辛苦你了。陈建仁表示，4年前担任监交人轻松真济，即马爱承担重任。引用圣经中所讲的，需要做众人的仆人。伊表示，虽然大家信仰无同，也毋过服务人民事关共同的信仰。那行政院长也是伊最后一个政务公职。这个职务将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政务人员公职。接下这个重担，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全力以赴，没有悬念。新内阁迄个团体相片，陈建仁就任院长，核定第一份公文都是政令摆放路径112至115公约计划，要达成全球永续的重要目标。那将关内政部的林佑昌也宣布败选者联名的公法。没有呢，因为我又没有选举，而且我们在基隆市还把议长赢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这个外界好，或者是有人刻意去贴标签什么称号，我觉得基本上不是很重要。林佑昌伫面册公告，民进党击败败选的主要原因，认为3年疫情互贫富差距变大，情绪的累积，互所有的补办拢放大，这是上重要的政经甲社会因素。呼吁袂当互受灾的中小企业主，家己面对问题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拄上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即马虽要面对全民共享分现金这个政策，若进前有抄论文的登记，甲一路拢支持高端的这个争议甲问题，即马是嘛伫透风提出来讲。陈建仁伫昨昏上任的头一天，伊下晡随去立法院去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也若分现金的时间点，陈建仁表示上紧会伫4月份，伊嘛呼吁朝野爱赶紧通过特别条例。另外，针对拿兄一直讲伊的论文嘛上抄的，陈建仁是强调伊无抄论文这个问题。行政院陈建仁、副院长陈文灿3日上任，随前往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各界所关心的全民发6000块发放的时间，陈建仁讲上紧4月中。审查的时间大概到2月17号才能够开始来做投票讨论。通过以后呢，如果还要搞3天的时间由总统来公告，接下来由行政院来提出预算案，然后再审查的话，最快的时间要到4月份。陈建仁2021拜会立法院朝野党团，希望各党团会当体谅民意，互特别条例、特别预算赶紧通过。只是陈建仁一个上任，较早填高端的记录，也甲个人论文，互立委王芳美质疑抄袭的部分，伫立法院安怎过招，也互人关心。陈建仁面对这样的一个过去抄袭的问题，他只承认过他是抄录不当，但是他现在贵为行政院长，应该对外界说清楚、讲明白。这确实是一个抄录疏失的论文，而且后来也被这一个期刊的审查者同意能够刊登所以这没有所谓的抄袭的问题。陈建仁声明论文无抄袭，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安表示，这是2016年选举议题，第一作者伫咧处理解说的时阵有疏忽，事后完了建议修改，经过严格审查，并无牵涉到抄袭。另外，国民党团也检验新内阁4大挑战，包括经济萎缩、劳工薪水少，要求内阁爱提出办法改善。政府假设故意拖延，不拿出解决方案，所谓温暖坚韧内阁口号
轮流口号。38个部长级的人的职位里面有29个其实是留任的，新任只有9个，所以这个是标准的新瓶加旧酒了。那是陈建仁担任国会的头一场是伫立法院普发现金特别条例加预算案以外，也有总咨询。在野党已经准备要考验陈建仁对政策熟悉程度。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的外交大进展，这是咱总统蔡英文有甲拄选调解局总统的当选人帕维尔两个人讲电话，讲要15分钟。帕维尔搁伫推特顶头表示讲，双方即马同意要加强两国的关系，伊嘛期待未来会当甲咱的蔡总统见面。外国媒体是表示，两个人通电话是外交顶头正大的突破。报道内底嘛讲，伫通电话之前，中国嘛有出手主动，只是主动无成。总统蔡英文话头起面，甲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伫30暗时6点通电话，讲要15分。蔡英文是帕维尔头一批通电话对象，伊强调讲台湾是会当信任的同伴，支持台湾莫受威权主义的威胁，嘛讲希望未来会当甲蔡总统见面，能够深化台湾跟捷克伙伴关系的作为我相信外交部都会全力以赴来努力。那昨天又有通话，那我相信我们的捷克代表处跟当选人办公室那边一定都有密切的联系。路透社以真无史上这句话来形容这通电话，因为两国并无邦交。报道表示，台湾透过这点达成外交困难的成就，北京可能会真生气。在通电话进前，中国想要以一个中国原则来主动。学者分析，最近因为罗西亚乌克兰的战争，欧洲对中国的印象是哪来哪歹。捷克现任的总统齐曼伊立场一向是较倚中国，这个帕维尔当选嘛显示捷克的民意当地转变。捷克参议院的前任议长突然间逝世，那他的这个遗孀出来，指责中国大陆是这个压力的来源那就是这个等于是引起了捷克社会的一个反弹人民选择了降低跟中国大陆的合作，转向跟台湾这个交流。虽然捷克总统是上定性的职务，不过为帕维尔最近一中两制发言，大家肯认为讲台湾甲捷克的关系真有可能会阁提升，而且目前捷克政府希望甲印太地区的民主国家深化合作，嘛包括台湾。捷克国会去年嘛捌呼吁政府退出中东欧合作的机制14+1。帕维尔上任了后，有可能会退出，重新调整甲中国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32000外的本土病例，这是比顶礼拜是加1倍外。指挥官王必胜是表示，这是因为过年的期间通报有去接到，所以数字才会向增加。敢会继续这么悬，这是观察的重点。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已经对外宣布，讲2月初7开始，对中国入境咱台湾的旅客，伫机场也是港口，拢要取消做喙瘾 PCR 的检查。不过，咱会继续禁止中国的观光客来咱台湾游览。行政院陈建仁上任了后，头一站到疫情指挥中心视察，包含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等人拢来迎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来检讨2件事情，一个就是入境检疫措施，以及呢室内口罩规定是不是应该做调整。我定着因应新国会上任，疫情指挥中心罕见的礼拜2临时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新的边境措施。为2月初7开始，为中国入境来台湾的旅客，伫机场啊港口取消喙瘾 PCR 检验；为中国出发经由港澳转机入境的旅客，唔免阁摕 PCR， 也是快筛检验结果。不过维持无开放中国观光客来台湾的政策。但是入境旅客要出国，除有镜头才会快筛。不过国内疫情已经连2天加1倍成长，31国内本土新增加32023例，比顶礼拜2加17350例。境外移入加死亡个案也增加，外界烦恼国内疫情甚至阁创下新高纪录。这个反弹是一定会有，那这个反弹它到底这一波会有多大多长？那时间有多长？这个都是我们在观察重点。不过我们自己的评估是，它时间应该不会太长，高点应该也不会太高了。讲会看国内疫情的变化，那是室内喙암第2阶段什么时阵开放？王必胜讲会伫这礼拜公布实施的日子甲细节，内容会甲韩国相同，向3大方向来规划，包含强制挂喙암的室内场所，建议挂喙암的室内场所，其他场所自主防疫。不过国内医界有无同的看法？稳定在山腰当中，而且甚至有点往上爬的味道，再加上
国外的新的病毒株其实还是此起彼落，所以这个时候要放松呢，基本上都是带着风险的。医院国内要放零室内挂嘴暗，建议民众上好还是自主防疫，嘴暗挂好。若做伫半年内也未做过疫苗，上好赶紧做，才会当避免感染。记者综合报道。那世界卫生组织是表示讲，就算即马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已经渐渐稳定，也毋过目前全世界的疫情也是咧警戒的程度，暂时嘛无降级的空间。也毋过美国即马已经按算要伫5月11开始要解除疫情的紧急状态，其他国家敢会对咧做？这部分值得观察。根据世卫组织 WHO 伫2月召开的第14届紧急会议所做的建议，世卫秘书长谭德赛30宣布，新冠疫情目前也是值得关心的国际公卫事件，这原是世卫最高级别的警戒，暂时无降级的空间。As we enter the 4th year of the pandemic, there is no doubt we're in a far better situation now than we were a year ago, when the Omicron wave was at its peak. Bu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December, weekly reported deaths have been rising. In the past 8 weeks, more than 170,000 people have lost their lives to COVID-19. 2020 1月30日，世卫宣布将新冠疫情列作国际关心的公卫事件，到即马满3年。虽然世卫捌表示，希望伫今年会当将新冠疫情警戒降级，不过2022年12月，中国解封了后，国内疫情大流行。中国官方毋但对疫情惨败，搁开国门开放民众出国观光，搁再互全球的疫情警报出现警讯。世卫紧急委员会表示，虽然疫情可能晚近要结束不过也是真危险的传染病。伫会当预测的未来，新冠病毒是一种伫咱人甲动物会长久存在病原体。红十字会甲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FRC 30发布的2022年灾难报告指出，虽然经过3年的新冠疫情，不过各国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疫情也是无做好准备。Most countries were unprepared for COVID-19, and today many countries are still remain unprepared for any future outbreaks. There will be no excuse for a continued lack of preparedness after having gone through 3 terrible years. 这份报告建议各国提高国内医疗预算至少占 GDP 的1%，同时嘛要提高全球的卫生经费。不过另外一方面，美国拜登政府30通知国会，一定伫今年5月11日正式结束美国因为新冠疫情所进入的公卫紧急状态、甲国家紧急状态。美国伫2020年3月13日由前总统川普宣布全美国进入这2项紧急状态，无也阁一言再言，方便为美国民众提供免费的体检、疫苗注射甲治疗。看来3月要到期拜登表示，伊会延长这2项紧急状态到5月11日以后就会结束，而且会对其他国家的防疫做法产生支票意义。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伫透早天气也是感觉真寒。咱同齐来看温度。气象局伫今日透早有针对17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那透早全台湾各地大部分的低温拢是伫10度以下，新竹苗栗甚至敢若6度尔。不过日时开始温度就会豆豆的回升，北部高温有24度至25度，中南部高温有26度至28度，高雄甲屏东温度搁较悬，高温有机会到30度。嘛爱细致，日时暗时温差真大，温差会有10度。另外嘛要提醒乡亲，下开始到礼拜日，东北季风会增强，水汽就会增加。伫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南山区拢会变天，会转做有局部短暂雨的天气。民众有要出门，爱记得早雨满雨伞。继续赶紧来看，去年有发现一粒绿色的彗星 ZTF。今仔日2月7日是伊上靠近咱地球的时阵，顶一届遮尔靠近地球已经是5万年前啊。总讲天气好，就会当用照镜就看会到。另外，伫夏威夷的天文台有翕到蓝色的光粒啊。另外，伫火星的表面嘛有翕到浮出一个那亲像是 Teddy Bear 泰迪熊的面，带乡亲咱紧来看。夏威夷毛纳基亚山天文台千里镜18翕到一个蓝色光粒阵射中心点，以顺时针的方向快速转射，射几落年了后渐渐暗去，中心的光点嘛消失。
伊一般时间所翕的看到是一个光点快速移动，随后出现清楚的光粒阵，熄几点了后就消失。规个过程差不多15分。天文专家研判，甲特斯拉总裁马斯克所创立 SpaceX 所发射卫星有关，因为亲像这种短细的光粒阵，去年6月嘛捌伫纽西兰出现。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18位佛州卡纳维尔角发射升空了无偌久，毛纳基亚山天文台就翕到光粒阵。SpaceX.com 太空网站整理天文专家的讲法，光粒阵出现的原因是火箭延刃喷出的气体压力比大气较悬，日头照到这气体就会出现光粒阵。一粒叫做 ZTF 的绿色扫帚星伫要飞过天顶，伊定2月初1上靠近地球，差不多离4250万公里。ZTF 顶一届飞过地球是5万年前，会当看到伊是一支一回难得的经历。ZTF 是2022年由美国加州巴洛马天文台发现的，伊的萎缩光成分有碳基分子，互日头照到了后变做绿色的，这也就是绿色扫帚星号名的原因。21世纪的火箭探测陆续传出重大成果，最近新发现，互人感觉真深刻。这篇翕火箭高解析影像的亚利桑那大学25分享一张火箭相片，看那亲像太极熊的面，圆形的面是地层壁框形成的，差不多2000公尺宽。目睭的部分有2个大孔，翕的片甲喙是壁框的地层构造。有网友啦话讲，若做个加圆啊，搁较像翕的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世界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上任了后，伫今仔日也召开头一届的中执会，要讨论台南市正副议长选举的争议。另外，民进党的智库新建台文教基金会伫昨昏已经完成董事会改组，赖清德做董事长，伊嘛邀请企业家核实集团董事长董子贤做副董事长，戴立军甲林辉环是去做董事。来关心《中国时报》，为着要解决德考塞车的问题，新德县、新德市昨昏拢步速进展。市长高虹安宣布，对3月份开始，市府人员上下班时间会当有春秋，唔免大家拢同款时间上下班。另外，拜五也是补班日上班，上下班的时间春秋的空间会当搁较大。若新德县长杨文科是规划要建立新德县、新德市甲园区3边的智慧交通控制平台，来解决大新德的交通问题。来关心自由时报，当地日本访问的北约秘书长昨昏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会后有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无允准中国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嘛批评中国扩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所以北约甲日本爱合作去应对。来关心2月初5就是元宵啊！全台湾各地灯会即马拢已经传好势啊！台湾灯会咱23档是过来台北举办，今仔日开始到初4拢会试营运。也毋过有台北市议员即马是发现讲，伫活动的现场，这消防管灭火器拢已经过期啊，而且过期1年外。若高雄灯会，还有中台湾灯会，是因为人人多车多，就出现塞车甲停车的问题，嘛引起民众怨叹。台湾灯会今23年灯会台北举办，要伫2月初5到19登场。昨暗先进行试灯，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这摆灯会结合流行甲贯穿文化，也甲台北102合作，推出5分钟的光雕秀。不过台北市议员钟佩玲发现，灯场内底灭火器过期年外，导引牌也无够。观光局甲消防局会应在改善当中，各地灯会人多车多，都有交通问题。中台湾灯会伫台中公园举办，不过民众开车一摆，要互斗阵来人伫道路车，拢唔知影。像那个停车格可以一直画，这个一直红线那么多红线有什么用？今年6大主题灯区超过30座大型灯组，甲民众见面，定期为2月初4到12。不过即马剩无几天，也伫时间看起来就亲像工地共款，表示也无清楚台中市府呼吁民众用坐1分，搁坐专接车的方式到会场，避免塞车。比较远的地方就有一些标示进来，比如他进来之后才在匆忙的找。北侧、南侧、地下停车场及路边停车格外，周边还有临时机车停车区，为避免交通阻塞，影响观展的好心情，
建议多利用绿色运具。2023高雄灯会是第一摆伫个组合连地谈，结合周边景点甲故乡文化，加有台湾味。顶个月2日开幕，都将近30万人次。除了交通大拍甲主电区甲连地边啊无设风线，还有现场照明设备无够，拢引起批评。市府也已经马上改善。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咱的经济，经济部有公布去年11月份外销订单的金额是美金521亿，甲同期来比有退步23%，而且是连续4个月衰退，等于去年一档的外销订单拢是负成长。另外，地经院嘛有调降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是2.58%，GDP 要保3%，即嘛可能爱真拼。面对全球通膨、起利息甲俄乌战争冲击，经济部公布2022年12月外销订单金额是521.7亿美金，甲去年同期比衰退23.2%，创连续4个月负成长。那去年规年外销金额合计6667.9亿美金，甲前一年比衰退1.1%，含伫负成长。跟上年同月比是持续年减23.2%。主要是因为新兴科技应用的需求虽然有持续，但是呢，全球的整个大环境经济是受到了通膨，还有就是升息的影响，终端的需求仍是显得低迷。面对衰退乌影，台经院也下修预测2023年国内经济成长率是2.58%，比原先2022年10月预测的2.91%下修0.33个百分点。那民间消费、政府甲公营事业的投资，也是支持今年经济主力。我们的贸易跟我们的投资，尤其是民间企业的投资，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主要下修的部分在于贸易的表现，还有民间企业投资的表现。甲台经院下修预测比国际货币基金是较乐观，强调今年的全球经济成长率预测到2.9%，比去年10月预测增加0.2%。IMF 的专家认为，中国经济重新开放，为希望加速全球经济成长动力。The reopen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t's going to have an impact on the supply side. So we're going to get an expansion in production coming from that side. And also we're going to get an increase in domestic demand as Chinese households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resume activities and start spending. 不过 IMF 也警告，今年也是有真侪风险。那讲俄战争升级，也是新的疫情爆发，恐惊影响中国经济复苏，无排除冲击全球经济。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拜登政府为着要阻挡中国的科技发展，即马已经停止要发放美国企业出货予中国华为的出口许可。那中国是表示，美国就是科技霸权，美国的做法互看出。对美国拜登政府停止发予美国企业向中国华为供货出口许可，中国外交部31日表示，反对美方无底线打压中国企业。这种做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有损国际社会对美国营商环境的信心，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美国将向完全禁止卖美国技术予华为，扩大围堵中国科技业。根据第一摆报道相关消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通知一寡美国企业，美国法许可予美国技术出口予华为，包含英特尔甲高通等所有美国企业在内，已经提报相关的许可。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要甲能源部、国防部甲国务院出口管制单位密切合作，继续评估政策法规，定期甲外部利益关系人沟通，无针对甲特定公司的对话或者是审议发表评论。华为拒绝对相关的报道回应。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紧张局势增加，全球晶片大部分是由台湾生产。拜登政府对华为的限制比前总统川普更加严格。川普政府2019年对华为实施美国科技出口禁令，对华为发出5支联合严防威胁美国国安。不过这段期间，美国商务部继续对高通、英特尔发出口许可，向华为提供甲5支无关系技术。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面对中国的威胁，唔拿美国出手，真侪国家嘛共款。日本的产经新闻即马就报讲，准讲中国入侵台湾，日本有规划要疏开附近5个外岛的民众，嘛按算3月份要开始演练。另外，法国甲澳洲有发表2+2的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嘛呼吁爱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
面对中国武力威胁台湾，日本党内人烦恼台湾有代志。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规划若讲中国侵略台湾，与那国町、竹富町、九湾区、多良间村甲永高岛市5个离岛，为了避免互舰会扫掉，拢会撤离避难。预计3月都会实施演练。日本呢，近年来一直在做一个冲绳诸岛的一个军事部署哦。那这样子，而且呢，又定了这个撤离计划呢。那显而易见的，美日呢，他对台海这个部分的一个介入已经是铁了心，而且是势在必行。这个中国呢，自然要武统台湾的时候，他必须也会去针对这个冲绳诸岛去做一个攻击哦，以做到这个一个反介入跟一个区域拒止。那日本烦恼台海局势，法国甲澳洲发表的2+2联合声明，再度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声明中也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国家台湾侵华关系力度比2年前的声明更加强烈。面对强军继续威胁台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要访问北京，可能对中国表达关切台湾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突破这条红线。中国外交部强调，台湾是袂当超过红线。那布林肯有计甲新上任的中国外交部长真光会谈，这是继4年了后，再度有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俄罗斯拍乌克兰的战争，即马是拖到巴黎奥运去。国际奥委会有想要让俄罗斯甲白罗斯的运动员用中立的身份去参加巴黎奥运，也就是以个人的身份去参加比赛，毋是国家代表队。不过这款想法是引起乌克兰不满，嘛谴责国际奥委会总共真正安尼生做，等于是帮助战争的凶手。2024年，法国就要举办巴黎奥运，相关的场馆当地的建设甲布置。不过，这一届奥运，北面会有较高的政治色彩，因为国际奥委会 IOC 表示，因考虑俄罗斯甲白罗斯的选手以中立运动员的身份来参加。乌克兰这边虽提出强烈的反弹，呛声讲要抵制巴黎奥运。As we prepare for the Paris Olympics, we must be sure that Russia will not be able to use it or any other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 to promote aggression or its state chauvinism.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战争并无中立的讲法。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普文批评国际奥委会是隶属战争、谋杀、甲破坏力量。质疑奥委会替罗西亚提供一个平台，让因通好宣扬种族灭绝，而且鼓励因继续杀人。因若罗西亚这边受到这款的批评，嘛无咧输人起来夹枪。I would like to underline once again that any attempts to squeeze Moscow out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are doomed to fail. 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会拖到巴黎奥运，这嘛，互主办国法国是真为难。I think it's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athletes and that they shouldn't be deprived from taking part in competitions. But, like many in the sports world, I think athletes should not compete under the Russian or Belarusian flags. 国际奥委会8日表示，乌克兰强烈的言论已经构成诽谤，无法度成做建设性讨论的基础。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巴基斯坦的清真寺被炸弹攻击，死亡人数是增加到100人啊！北京伫今日强烈谴责这场道德上使人无法度接受的恐怖攻击。来关心北京的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有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初5到初6会去北京访问，会甲中国官员来讨论俄战争。若佩洛西伫去年8月份来咱台湾访问了后，中国就袂爽，就拒绝甲美国沟通。布林肯这届去中国会当算是双方恢复对话。来关心美国的智库甲加拿大的智库有公布2022自由指数，咱台湾伫全世界165个国家当中排第14名，嘛是亚洲的第1名。若中国是排152名，算是吊车尾。报告内底嘛显示，2020年开始受疫情影响，全世界的自由度拢有降低。
继续关心台中港的管制区，伫昨暗8点左右，有一台轿车家己去弄车，转导火烧。一个姓陈查甫人驶车是硬弄过台中港的管制区，无咧插警方查车，而且伊驶真凶，家己去弄着护栏，尾啊火烧车。本日20时许，有民众驾驶自小客车行驶管制站自动化车道，经警方制止不听，并闯入三港管制区，后于南横2路圆环处自转扭折西护栏，造成火烧车。会当看到现场这台轿车火烧车，到现场的消防队人员赶紧拍火，嘛赶紧救出车顶姓陈的驾驶，送病院了后，加载无生命危险。继续关心海巡，中部的海巡队一台4层重的加二艦，正月初3准备要结束勤务了后，准备要驶入去台中港。当当时可能是风伤透，全去愈着码头，造成加二艦的船身有受损害。军事专家即马是表示讲，虽望这船艦的安全是无影响的，也毋过即马显示台中港海流的变化，驶船、停船拢是一大考验。工人坐升降机将船体受损的所在烧接，也毋过也是会当看出受损的状况。停靠伫台中港的海巡加二艦，船体正后前有明显的毛落去，因为弄到附近的5A码头，目前停伫4C码头修复中。这只加二艦是海巡署4层档级的大型巡防艦，船顶配备火箭机炮之外，也会当搭载乌鹰直升机。24正月初3结束巡防勤务了后，伫台中港内准备挖头停靠的时阵，因为东北季风一日阵风达91级，船身往南漂移，弄到台电乘组的5A码头。由拖船协助下，唯因海象恶劣，风势过于强劲，仍导致船体局部擦撞台中港5A 码头，经舰上同仁初步勘查，人船均安。虽然无造成人员受伤，也毋过煞造成5A码头受损。台电也向海巡署中部海巡队要求赔偿。军事专家表示，调查大加上强大的东北季风，甲洋流的影响，拢增加船只停靠的无确定性。朔月跟望月的时候，它潮差会达到最大，也就是满潮的时候是5.08公尺，那低潮的时候将近是只有就是0.8多公尺，那来回相差了4.3公尺左右。苏志芬表示，台中港的先天条件相对严重，当拄到退劳进港，还是东北季风进港，船只停靠的难度会增加。建议应该增设码头缓冲地，加增加拖船的配置，才会当减少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进前捌互外国媒体形容讲，咱台湾的交通真恐怖，过路人伫遮过马路，人亲像是伫地狱。这即马网络顶头，阁有影片去翕到台北市的交通警察骑警用奥多摆，说同款无让过路人。警方有出来驳回讲，强调并无违规。也毋过过路人伫过车路发生事故出车祸，逐年拢有上万人死伤。所以即马交通部嘛拍算来修法，轿车也是奥多摆无让过路人，罚金要求关到3600。路大人慢慢啊行向路口，汽机车陆续通过，就连警用重机来也无停落来，甲老妇人相闪身过。交通警察方控诉违法，所属分队31作出澄清。该妇女站立于人行道原石上，尚未进入行人穿越道。本分局远警的驾车行为没有构成举发要件，本分局将加强教育所属远警。代志发生伫台北市大安，警方解释，当天执勤有开警示灯，行人骑伫人行道无违规的问题，也毋过机车无固定行人，直接秀得过，有人反向骑车到路口也是直直弄，行人甚至也都爱让汽车了后才会当行。佮看一个景象，妇人人伫过大路的时，差一点互货车弄到，还佮跋倒受伤，也被互日本网友破网引起讨论。过来连续发生，汽机车无停让行人，即马交通部有告修法甲罚款。提高汽机车行经行人穿越道如果不暂停让行人通过的一个启罚的金额能够让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的时候都能够来养成暂停让行人通过的这个习惯。行人交通事故死伤，当年大约有15000人。
事发伫路口比例就将一半钟来，只要去机车伫斑马线无停让行人，一律提悬为3,600开始罚。拄着闪光红灯无停车搁开，即马起罚的900，受罚了后，伊车种无共，分别加重到1,200到1,800，相信今年5月上路。对我们的道安的执法会有立竿见影，我不认为，还是在于整个社会对于这些安全有没有一个共识，没有共同的认知，那就会觉得说，好像政府在执法的话，就会觉得说你就是在政府在抢钱啊，或者是在扰民。要解决交通问题，学者认为重点有关伫用路人的自觉，驾驶无应该一直追求行车效率，行人也爱表现适合行为。记者做犁头做过大路等等，那交通工程设施也爱同步检讨，才会当改善道安，去掉行人地角的排名声。记者综合报道。但台湾同性婚姻伫2019年已经合法化，不过敢若限定讲，双方拢是台湾人，也是对方的国家嘛有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才当伫台湾结婚。也毋过即马行政院有发函是讲，就算外国的正判国家无同性婚姻合法，嘛会当伫台湾登记结婚，只是讲这一项行政配套并无包括中国人。满面欢喜甲结婚证书展出来，这对台湾甲马来西亚的同性伴侣思想加小心，交往9冬，总算会使伫台湾登记结婚。另外一对台马同性伴侣汉克加 Jonathan 交往6年，也伫同一天登记。通过之际，我们既是开心，其实又是无奈，因为我们是跨国伴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结婚。不管是跑行政的诉愿，或者是甚至要走到诉讼，主要我们想要做的，其实是让社会大众、是让司法机构、让行政体系看到我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只是被748专法排除在外的一组数据。2019年同性婚姻开放，但是跨国同性婚姻所有限制规定，双方国家拢爱承认同性婚姻才会使。落尾伫新政进前，行政院总算透过函释解决这个问题。这两对有情人也甲去年的行政诉讼撤回，伫信义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也因此，我们专法上路的第一时间就代理了4对的跨国同志伴侣打诉愿诉讼，都是胜诉的。但是目前也有18个国家的同性婚姻要经过面谈定书，行政配套也在规划。也有台湾跟中国的同性婚姻，目前也是无开放。其中一个理由是国安，另外一个理由是认为说会跟这个既有的异性的两岸婚姻的这个程序比起来，怕会有不公平。潘立明表示，即阵有8挂对台湾、中国同性伴侣等咧等待登记结婚，伫跨国伴侣当中占比上悬，因呼吁新的来国赶紧提出解决的方法。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英雄应该生啥款，可能大家心中拢有无同款的想象。台湾艺术节2023年的主题是英雄超时空，有邀请杂志的团队对4月7日开始小连续伫台湾戏剧中心来演出，有结合传统戏剧，也有社会史、当代议题，招观众做伙来讨论英雄的模样。一个是缘投的少年子啊，一个是美丽的少年兄。由歌戏甲现代戏结合，身边的好合梦，这是明日好合制作所将要推出的戏剧。导演团队透过风气争议角色，讨论社会安怎看待男女之间的性别认同。因表示用传统戏剧讲同志的概念，上困难的就是演员的声情甲台词，爱符合现代人的角度。拉到了现在当代的一个情境里面，它融合进了西方现代戏剧的概念之后，它要怎么样子被调整，让那个概念可以被传统戏曲的观众接收到，也可以被现代戏剧的观众接收到，这个是蛮挑战的地方。2023年台湾戏剧艺术节今年的主题是英雄超时空，邀请12个戏剧团队小连续演出有关现代史事的戏剧。7点人张启峰讲，古早的英雄拢是忠孝节义，不过今麦社会对英雄的看法已经改变，希望结合新架构，让观众看到无同款的传统戏剧。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策展理念或者策展主题，就是希望让传统戏曲里面的各路英雄能够呼吸到台湾的
当代空气。在当代以人为主的一个信念之下，他还可能是英雄吗？你的大我跟小我，你的家庭跟国家如何来面对？12个剧团12出戏，对4月初6一直到5月28，伫台湾戏剧中心演出。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家己铺子的艺术公园，伫日本时代是一个新社，嘛是嘉义县海区的大公园。2005年的时，为着要纪念艺术家吴梅岭，伫遮嘛有起一间梅岭美术馆。不过因为整体的环境抑个设施有较旧啊，所以就较罕的有人来。县府即马最近有开一条钱，要来做整修，要来改善公园甲美术馆。甲水倒伫涂骹，连面拢用涂骹的铺面吸收去。家己铺子的艺术公园，利用这种材质要来改善过去落雨着的积水的问题，而且佫修整公园内底一寡树仔，减少生蟒虫。差真济啦，是较光啊，视线嘛较好啊，安尼阮美术馆嘛较有人会入来啊。树仔是有济，蟒虫是有济啊，系啊，即马树仔用安尼是看起来是你爱使啊。这个艺术公园伫日本时代是新社，内底一寡设施甲树仔拢有真久的历史。过去因为树仔伤济，公园看起来真阴暗，连带影响到内底的美术馆。嘉义县政府开7000万的预算，要来重新整理这个公园。最主要的是以前这边都很阴森，说没有人要进来 ，OV 要一大堆。我们这边的原来的地下都是很黏土层很硬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方面，这件工程设计最主要有透水方式做处理。建设处表示，艺术公园占地大约4公顷，希望透过全面整修改善环境，嘛增加甲美术馆的连接，加做民众新的活动空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关心环境，极端气候有影响嘉义产业，所以要找找安怎会当对抗这可化的证物。伫东非的莫桑比克嘉义的物种，就有真高度的环境耐受度的耐受性。当地国家公园即马就以种嘉义来做保育森林，一兼二顾。莫桑比克的戈隆戈萨国家公园热带雨林正斑，正适合种咖啡。这座国家公园自2020年开始，种有高度气候韧性的咖啡品种。毋但是种咖啡树，边仔还阁种真侪当地原有的原生树仔。毋但是当保育森林，也得到咖啡的经济利益，一兼二顾。Reforestation can take several forms. There is the classic reforestation where we use native trees only. But we also use the process of shade-ground coffee. So we plant coffee trees as a cash crop, but under the shade of indigenous trees. 戈隆戈萨国家公园被互人认为是非洲上完整的国家公园之一。不过莫桑比克1977到1990年发生内战，园区真侪交易的地点，真侪野生动物拢强要绝种。到即马一个伫咧做保育的工作，国家上人口一直增加，社区的开发一个盗滥行为真严重，保育的工作真困难。莫桑比克政府的这项保育计划，考虑到当地气候形态愈来愈无稳定，同时又搁要兼顾经济，所以伫咧研究过真侪种咖啡品种了，决定要种有高气候耐受性的咖啡品种，鼓励民众种，改善经济。Tiga maji, pero gomo kasinyo, gomo ka mabango, gomo kami pero usu kami papaya maboga pero feraliti. Nizio ya tempo ya pindai makuja ka ichi japa pindai. 伫即马全世界商业化大量种的咖啡，9成以上拢是阿拉比卡一个罗布斯塔两种咖啡，不过这两种拢有变虫害一个风味加绩效的缺点。专家发现，莫桑比克的维果咖啡加赞奎巴利亚咖啡，伫水分的需求较低，较有法度挡可化的天气，而且是开花结籽的速度也比其他咖啡较紧，伫咧市场真有发展，互人叫做未来咖啡。We want to try to have species which can cope to drought, can cope to pests, can cope to diseases. Also, sometimes we are having a very long season in terms of rain. We are going to have also varieties which can be sustainable with the heavy rains, with prolonged rain season.
因为气候变迁，即马大家拢伫咧追求兼顾着防避，而且更加有环境适应性的咖啡。世界上真侪经济作物伫咧大规模单一化政策情形下，拢会拄着基因多样性降低的情形。面对变虫害时阵较无当头，会有严重的农业损失。气候变迁是一个事实，不过靠人类的知识甲技术，可能无法度降低极端气候对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也是这个世纪的人类共同爱面对的问题。公司新闻金焕庆编辑。继续关心北极冰层，即马是扬甲真紧，嘛因为扬起了后，即马出现北极航道，有路通行了后，即马就转变做真侪国家咧上侪资源的所在。第五战争爆发了后，即马嘛已经全面改变北极圈的情势。自台湾北要到8000公里，来到北纬78度，世界上北的城镇苏瓦巴冷化群岛。这壮阔的冰川加冰原是北极熊的故乡，不过也是全世界暖化速度上紧的所在。There has been this scientific paper that was just released that says that the effect of global warming is happening 4 times faster here in the Arctic than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以北极点做圆心，伫北纬66度为一个圆，就是北极圈。那是自日本出发到荷兰。摕北极东北航线加苏伊士运河的传统航线来比，北极航道加欧亚航线的距离速度要加40%，会当省要加10天的时间。全世界气候变迁的挑战，和北极航道正在各个新的战略争夺点。芬兰外交部极地大使Kari Villen接受公司访问时阵讲，俄战争已经引爆世界新的北极圈角力战。Previously, Arctic was a place of non-confrontation and a place of the cooperation where both USA and Russia and even China were working well together, having goo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nd having actually data and proof about the changes what happens there. This unfortunately has now changed, and we have to look for the new ways for the cooperations and new ways how to respond to these challenges. 在过去，俄罗斯伫咧北极的领土上跨。经济加军事的布局上侵，不过2018年，中国公布北极政策白皮书，要建造冰上丝绸之路。欧盟对中国伫咧极地新合作关系正注意。That the Russia has a lot of resources, China has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the Russia has the markets, the China has the goods. But this kind of a double driver actually could be the last devastating factor for the Arctic and on these regions. So I'm having very close eye on these developments. 那欧盟俄乌战争了，美国采取实际行动，10月初7，北京公布新版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除了应应气候变迁的挑战，也包括伫咧北极增加军事演习，维持区域的稳定。对冷化群岛的天顶看落去，美国太空总署设立的白色球形的卫星站，历年无停伫咧收集加传送极地资讯。There'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and NASA with this Kongsberg satellite services. So it's about 140 satellite domes up there, which download satellite information from satellites that cross the poles instead of the equator. 伫咧北极航道开通了，全世界大家拢想要抢北极圈的油矿加渔业资源。8年来，人类无停止北极圈的探险。当冷化群岛的游客赞叹面头前所看到震撼人心的极地景观时阵，看袂到的是大型机具伫咧挖矿。两岸群岛上的玉美码头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地上都是煤矿的堆积物。而岛上本来有7座煤矿厂，只剩下唯一1座在运作。原本预定2023年要关闭，但因为俄乌战争爆发，原料短缺，决定顺延到2025年。北极有代志，而且是出大代志。伫这个北极熊慢慢无法度生活的所在，真侪国家拢伫咧出招要拼输赢。伫咧任何游戏加科学合作之间来来回回，航向唔知方向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在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1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9度至2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